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最新的消息来关心，在美国对伊朗大规模空袭，而且讲已经摧毁德黑兰核子计划了后，伊朗的总统表示会对美国的行动来做出回应，而且美军使用的基地有可能会受到报复性的攻击。 对美国空袭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三大核子设施，德黑兰的街仔路有真侪民众伫咧抗议美国甲以色列因举着标语喊口号，叫因去死。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到现场，强调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动是破坏外交，认为是对谈判严重背叛。 伊朗军方将会决定回应行动的时间、性质甲规模，将唔是自政治层面操控的军事行动。 امروز واقعا یک حقیقتا یک برهه حساسی رو ما داریم طی می‌کنیم. خودتون دارید ببینید که عملیات برادران شما در هوافضا قطع نمیشه و آسایش رو از صهیونیست گرفته. 美军这台 B2 轰炸机这片轰炸伊朗核设施了，全部拢安全登去美国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美国总统川普讲，已经对伊朗的手内夺走核弹。共和党的众议员马斯认为川普的决定是危险。川普反击马斯唔是和美国再一遍伟大一份子。 川普也伫社群媒体暗示讲有兴趣改变伊朗的政权，讲使用政权改变这个词伫政治上无正确。不过，若即卖伊朗政权无法度互伊朗再一遍伟大，为什么袂安尼死做？不过在此之前，伊的幕僚讲，这边的行动无这个意思。This mission was not and has not been about regime change. The president authorized a precision operation to neutralize the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Posed by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and the collective self-defense of our troops and our ally Israel. 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确定伊朗的核设施被攻击，纳坦兹加伊斯法罕进前就互以色列攻击损害，这边美军的轰炸对伊斯法罕造成更加进一步的损害。 因为福尔多确实和飞弹直接射到，但是无法确定浓缩铀作业内部实际损害程度。伊朗核监管机关向 IAEA 通报3个核设施附近的辐射带并无增加。因为中国对美国这边的行动强烈谴责，讲这边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加国际法原则，严重加重中东的紧张局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美国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了后，反战争的民众去白宫抗议，批评川普和美国加入去中东的战争。因美国国防部长强调讲，这场攻击并不是战争，无要推翻伊朗的政权。不过了后，川普却是讲无反对伊朗转移政权。 伫美国昨暝攻击伊朗了后，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表示，是强调讲，这届的攻击行动无要来改变伊朗的政府，敢若是针对伊朗的核子设备。但是伫这话讲了后，这美国总统川普随着表示讲，若是伊朗即卖的政府无法度互伊朗的人民，互伊朗搁伟大一摆，安尼伊朗就可能出现政权的改变。讲到这届攻击到底是不是成功？美国的参谋总长 联席会议主席是表示讲，这届确实是有造成严重的效果，但是确实，这个成果即马也在评估当中。即马伫中东地区，阮看到是伊朗已经反击，是攻击以色列。伊朗伫联合国的大使就表示讲，美国伫攻击的时阵就已经失去用外交方式来处理的可能。美联社嘛报道，美国国务院即马是增加伫中东地区撤侨的专机。啊，那伫北京外口，阮拄则有看到是有反对美军来攻击伊朗的民众，因是举牌啊抗议。 If all he's doing is getting us into another trillion-dollar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o support American oil interests and other billionaires, I'm opposed. We don't want war based off a lie, and we don't want war in general. The U.S. needs to stick to its own business, and we need to stick to our own country. We have no reason to get involved in a war with Russia, Iran, China. 在民众是认为讲，美国不应该来插手伫伊朗、伫中东的战争，嘛表示讲，川普政府不应该支持以色列的政权。即嘛看起来，虽然讲这美军已经顺利的完成伊的行动，但是国际社会也在等待讲，川普政府要安怎来打入后一步。
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祖杰伫美国华盛顿报道。各位乡亲，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八县市有发出高温的特报，过昼会落西北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全台湾拢真烧热，气象署针对全台湾八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云林、高雄甲屏东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有持续36度以上的高温。若其他5个县市是黄色的灯号。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风是吹偏西南风。山区大台北也有宜兰都要注意，过昼可能会落西北雨。若拜三会转吹东南风，落雨的所在会变较侪。中南部过昼有雷阵雨。另外，日本南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可能会发展做轻度风台。目前是当咧向西北咧行，不过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若是咱台湾天气热协协，欧洲袂少国家嘛是热甲冻袂调。遐各地气温是超过摄氏32度，西班牙的高温甚至有甲45度。目前法国、英国也有西班牙已经有真侪所在拢发出高温的警报。广场的喷泉一直喷吹出来，大人囡仔伫水条内底耍水耍甲真欢喜。在了天气开始烧热起来，欧洲各国嘛出现小冷天气。法国气象局的有部员表示，首都巴黎气温达到摄氏34度，西南地区气温是超过37度。高温和民众开始去喷泉、游泳池也是较凉的所在度日。We don't have air conditioning here. Our apartment is very, very hot. And we're just happy to be in some green space and to get a little bit wet and cool down. 英国首都伦敦的气温是达到32度，希斯洛机场的气温更加达到32.2度，加做今年上热的一天，比季节的平均气温高10度。而西班牙南部地区的高温超过40度，部分地区甚至是达到45度。上街路的民众必须要举雨伞，地步也是一直补充水分。Bebemos agua, nos remojamos un poquito, ahora vamos a buscar un granizado fresquito y un truco muy bueno, entrar en las tiendas con el aire acondicionado, refrescarte 5 minutos, mirar un poquito la compra. 暂时法国气象局已经向国内西部、西南部等等39个省份，还有布列塔尼大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英国卫生安全局是向英格兰所有地区发布高温健康警报，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是对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发布高温危险程度第2悬的柑仔色预警。另外，欧洲国家克罗埃西亚、亚得里亚海岸是伫2日爆出森林大火，当局动员160名消防员、50台消防车加4台水炮车，而且疏散当地游客拍火。好在到暗时，大火已经拍花，只是这场野火其实不是因为天气太热造成的，是人为放火。当局会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台总编辑。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南投的合欢山是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不过嘛出现无妥当的行为。5月份有民众伫山顶拍电动，透明伫遐咧嘻嘻哈哈，而且分头阁乱弹去用处分。6月2日，阁有民众伫遐拍倒咧拍麻将。管理处讲，伫公共场所拍麻将有公然跛脚的嫌疑。已经有调监视器，请警方来调查。若是违规，就会来裁罚。来看《联合报》，德鲁古大理甲大东部落对外的报道，去年4月初3大地震的时阵全咧放弃。昨日甲太管处合作，克服地形、气候，也有工程等的挑战。经过1年的修复，总算是完工啊！按照伫咧6月底就会对外来开放。过来看《自由时报》，有网友发现讲，有离婚的业者，互人客看中国的节目。推测这业者可能是透过仿的电视盒仔，用偷窃的方式，让人客来看节目。指挥局讲，李小的业者若是标记知影讲这电视盒仔内底有侵权的连结，会互看作是侵害著作权的共犯。进行若严重者，上重会罚款50万。美国今嘛会当讲是正式介入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针对美国去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国提瑞斯警告讲，这局势可能会失去控制，将会直接去威胁到国际和平甲安全。
美国近日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攻击伊朗的核能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对这件代志感觉真震惊。另外，这和原本限制危机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嘛是对国际和平甲安全的直接威胁。古提瑞斯表示，暂时局势快速失控的风险恐惊愈来愈悬，引发对平民、地区甚至是全球有灾难性的后果。呼吁联合国的会员国应该马上采取行动缓和局势，而且遵守联合国宪章甲国际法的规范。佮强调，唯一的解决方式是透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和平。而美国移民人口上济城市之一洛杉矶居民看到消息了后，反应是真两极。And yesterday, my child asked me, "Are we entering a third world war?" They understand that we are at a historical moment, and I would love to tell my daughter and her daughter that we will not enter a world war. But I can't. President Trump's doing what he has to do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s going in there, putting his foot down, and making sure they're not going to threaten us again like that. 对于川普决定，国会议员是透过 X 平台来发表意见。真侪共和党的议员是支持川普的决定。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拉汉都恶罗川普做正确的决定。地州参议员克鲁兹是恶罗飞行员军情等等参与行动的人。而民主党甲少数党的议员是批评川普决定无经过授权，严重违反宪法甲国会规定，骂川普无实现承诺，替中东实现和平，认为美国人无愿意搁发生一场永远袂结束的战争。但是美国的盟友日本首相石破茂伫接到消息了后，表示应该赶紧缓和中东的局势，而且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到时阵嘛下令爱尽全力确保伫以色列甲伊朗地区的日本公民安全。讲是新闻是同朋友。那美国这一届攻击伊朗3个所在核子设施，是出动 B2 轰炸机在阵地炸弹落去崩。这种轰炸机唔但会当载真侪武器，雷达嘛真好侦测会到。而且这一只都要21亿，嘛是美军历史上上贵的作战机。在密苏里州空军基地，就是国式 B2 精灵运行轰炸机。这种军机造价21亿美金，是美军史上上贵的作战机种。到即马，美国敢若生产11只，除了用在多样化常规武器甲核武，也可用雷达吸收材质甲特殊角度设计，雷达反射这面积，亲像鸟的汉尼斯，敌军无法度掠到。它有非常高的航程，然后极高的逆动能力，非常难以被雷达或者防空系统发现。那另外当然就是它载弹量也很大。美国如果要确保完全不会有损失，可以就是毫无阻碍的穿透伊朗的防空网回来的话，那就是 B2 这样的机种。以色列甲伊朗交战时阵，美国正式介入出动 B2 精灵战略轰炸机空袭伊朗3个核设施。美军这摆行动也用真一粒大型阵地弹，穿透力达到61公尺，用摧毁世上防具上强的地下结构。因为美国心知肚明，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搭配所谓的这个碉堡克星，才有办法去，这个摧毁深入地下带80公尺的浓缩铀的设施。学者分析，川普拍破46年来的红线，公开加入伊核战争，突火线除了进行美伊核谈判不如预期，伊朗愈来愈相关的核能力威胁以外，以色列积极游说川普强烈支持以色列立场，也是可能关心之一。美国这摆出手，某一种层面也是透过一定军事武力试点，中间对中国拉出来合作能力，后续后行依然爱进一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国会已经批准封锁核物资海峡的动议。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表示，全球差不多20%的石油甲天然气行水路会经过这个海峡，呼吁中国说服伊朗卖封锁，较袂损动国际经济。叙利亚当局表示，首都大马士革有一间希腊东正教堂，今仔日发生自杀式的攻击，造成至少有22个人死亡，63个人受伤。叙利亚讲，这个事件是激进圣战团体伊斯兰国的一个成员所为。也那这嘛是从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头一届有教堂受到攻击。来关心南韩，从20暗时拄长望警号的方面扫来，真侪所在是透风落雨。首都圈、江原北部，也有中清南道等等的所在有发出大水雨的警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警示，落大雨若是做大水，可能会甲北韩边境北边的地雷抢来去南韩，
这对居民的安全是造成威胁。镜头转来咱国内，总统赖清德将会启动团结国家10讲，头一场的重点伊强调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相无隶属。会后民众党讲，唔通半暝钻头路，天光无半步，花口好不如就认真做。也让南洋展会开始反罢免的造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赖清德的10讲根本是要消灭在野党。团结国家10讲，今天第1讲是国家。总统赖清德启动团结国家10讲，22第1场伫咧扶轮社联合例会进行，用各台语穿插方式对历史开始讲起。全场45分钟，其中也引用旧金山合约强调，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任何一天。中华民国、台湾都是我们的名字啦。都是我们国家的名字啦，都一样响亮啦。无论用哪一个民族称呼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民众党团伫咧会后发文声明讲，若要伫咧遐画10遍空泛的口号，不如做较实际代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口说，团结国家10讲是斗争10讲。为了促进台湾社会的和谐，我非常乐于跟赖总统针对人民关心的10件大事公开对谈。大声喊口号，国民党启动反罢免造势活动。第一波有24位南亚立委面临着罢免投票。党主席朱立伦伫咧会访湘北，一早起先到新北替南亚立委张志伦徛台，下昼到台北替5位南亚立委造势。伫总统赖清德的10讲，朱立伦是积极是咧替大罢免造势。我不知道总统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团结台湾，还是为了团结他个人的权利啊？只为一人之私、一党之私，就要想消灭在野党。民进党的党工职也启动协助罢免南亚立委路线。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到台北市上港市场宣扬理念，强调会尽全力协助全台湾公民团体大罢免的活动。就算是还阁伫咧保境的5件南亚立委罢免案，也同款的尽全力。面对7月2日第1场罢免案愈来愈晚，哪力拢有关党员的力量，攻防战愈拍愈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中国要是继续伫咧威胁咱台湾，中国的海警船这2天是亲门大户，入来甲咱的东沙的限制水域，海巡是随派军舰甲因赶走。若是海警船，中国阁派拖船来射台湾。有专家分析，中国可能是用铺设地带行动，借民间船来省断咱的海底电缆才的基础设施。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海巡人员向中国海警船公布驱离。日透早6点，中国海警船33控制进入咱的东沙西北西平限制水域，海巡马上调派东沙巡护舰，顺河7号专程并航监控公布。另外，阁调派训练舰支援。22早起6点外，训练舰将这船驱离到咱的限制水域以外。本署立即调派东沙任务舰巡护7号全程并航监控。持续广播警告驱离。22日动61动时，云林舰将中国海警船3302驱离至东沙西北方限制水域外。中国毋但透过海警船对咱施下为军事迷提供的航速度来看，一只中国籍拖船联合海港5001 18为中国九龙港海域出发，因讲是世代一连，22早起才登中国平潭岛。海巡强调，雷达专程监控这船，要公布驱离。最主要拖船的目的还是应该是针对海缆布放位置，我想反而是。他必须要完整去做勘察跟了解的，所谓公台的计划上实施相关的运用，我想这还是可能的。专家提醒，要注意中国透过铺设地带行动破坏咱海缆等关键基础设施。海港号设台期间，为18到21，国防部一日拢查到数十只强机绕台，显示中国除了透过民间船只、海警船，也配合强军机舰为海空方面连续威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提醒民众，即马开始坐火车有新的制度哦。代替车票的计数为今仔日开始起价，平均是起26.8%。行李甲包裹的运费同款嘛有起。若若是用电子票证坐火车的，会当免钱的路途为本地70公里减做50公里。另外，火车若是慢分，若超过10分钟，旅客会当申请退票，而且未收手续费。
这列代替的普悠玛，22早起6点48分自彰化出发，本来是中昼11点45会到花莲，无想到讲伫大港站车故障，晚分11分钟才到花莲，将对游客行程受影响。另外，自8月23开始，代替有重大新制度开始实施，若票价全部拢起价，晚分若超过10分钟也会当退票。有些已经都是计划好了行程，在赶时间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可以退票还是算不错的。我可以选择我要或不要啊。如果我很赶时间，我可以选择我不做，我赶快去坐计程车或 Uber 或是什么，加快。因为可是只有10分钟，我是觉得有点短。代替讲，整体票价平均起码差不多26.8%，像大炮到新左营自强号票价会自824起到975，行李加包裹的费用也会起。而且若因为故障或者唔是旅客责任，造成晚分超过10分钟，乘客会当伫咧起乘站选择晚坐车，并且伫1年内办退票，未收手续费。悠游卡顶电子票证，坐自强号的免费里程，自即马70公里缩短正做50公里，来消套批自强号车厢上过亏情形。另外，为了要避免优惠小摊，取消6到12岁领新疆手册儿童的爱心儿童票，不过另外会当卖半票。我们考量到，其实孩童票已经有半价优惠了，那爱心孩童票不应该有再重复的优惠。另外，配合新票价，代替26开始的大改点，总共调整386列次，其中180列次变动超过5分钟。一若华东的居民坐代替，要会员优惠，坐车的点数普通时是8倍，价值5倍累积，上底考了差不多是原票价95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摆人为着环保，有的人会使电动车。不过，这电动车充电条安全的问题嘛，正在受到讨论。有人发现讲，台北市有30支充电条无照规定来拆，甚至有的是拆伫咧地下2楼至4楼，可能有安全的疑虑。即马台北市天管处讲，会赶紧要求厂商来调整。台北市进前才发生电动公车倒毁意外，引起民众烦恼的安全。有民代发现，台北市公有路外停车场的电动车充电设备无依照内政部安全指引优先设伫地下1楼靠车道出口这个所在。清查133个公有路外停车场，30个设伫无符合规定的位置，随公社体公租。万家公园停车场，甚至设伫地下4楼。应该是说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如果它发生问题的时候，的确救火上会比较困难。它烧起来就灭火啊，瓦斯也会爆炸啊，看你怎么灭火吧。根据统计，目前台北市的电动车数量差不多24000台，比例差不多是3%。那加上油电混合车，伫台北市的比例已经超过14%，是六都第一。台北市天管处表示，少数电动车充电条设伫地下2楼甲地下4楼，会阁甲业者讨论是毋是调整。那合约到期，也会伫新合约要求厂商来调整。中央的指引，它是一个类似行政指导的原则啊，不是说我们也是一个违规的行为，不是例外楼层的原因。其实我们有去清查，大部分都是因为场地的限制，或者是因为电力的一些设置的关系而导致的。天管处进一步表示，目前无符合指引的公有路外停车场充电条设置，拢是伫指引出来进行就真好啊。会后续豆调整，所有停车场拢符合消防法令规定，也专门配置拍火毯啊，请民众安心使用。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我来看宜兰县学校的营养午餐，这几年是真正出问题。教师工会发现讲，宜兰营养午餐计点发折，长久以来是1点发1块，成以学校供餐的人数，这是比其他的县市低真多，这个是发了伤轻。今嘛县府讲，后一个学年新的合约违规计点会改做是1点罚2000块。宜兰县中小学的营养午餐免钱，不过算是一直出问题。过去不时发生学生食物中毒的情形，今年佫发生学生食高丽菜，发现有茶油的味等等的情形，家长是感觉真不满。教师职业工会佫发现讲，宜兰营养午餐计点的罚则，长久以来是以1点1块，乘以学校供餐的人数，是比其他的县市低真多，这个罚则定了伤轻。在那个违规的金额部分，也可以调整到有一个吓阻作用的一个金额。那另外呢，可以在最低的罚款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个有效的调整哈。
根据教师职业工会调查，各县市营养午餐违规记点的罚则，基隆市1点是罚1万至10万，台北市是2200，新北市是2000，花莲县1点是罚500块，宜兰县是1点1块，乘以迄间学校供餐的人数。不过细间学校就算记2点，嘛罚无到500块，而且宜兰县有超过4/3的学校用餐的人数无到500个人。原本就已经在那个契约新学年度的契约就已经在调整了。工会嘛建议，营养午餐厂商违规的相关资讯应该要公开，让外界知影因供餐的品质，嘛通来监督。宜兰县府表示，针对罚则的部分，伫下一个学年度，甲厂商公办的合约会修订做1点2000块。宜兰公开相关违规的资讯，这无问题。按规定，若会当公开，就会来公布。公司新闻，宜兰报道。伫台南有民众骑奥多摆，无细意去搞到一包落伫路边的猪肠仔，就安尼触脸滑倒受伤。不过，这路边哪会有猪肠仔咧？警察去调查，才知影讲是有人骑车猪肠仔落去，煞无甲捡起来，才会来造成意外。即马会依法来甲伊处分。机车经过路口时阵，为车顶落一包白色的物件，了后另外一台机车经过时阵，搞到白色物件了后摔出去。啊，人个物件迄大长车，啊，去落伫个规涂骹哈，伊徛过拄啊骨头啊。告病白色猪肠仔就是吊水的凶手。事故发生伫17中道台南东区和仁路甲文化大街交叉路口，细区的女骑士刹车了后，面甲骹手拢有擦伤。经本分局调查后，另通知掉落物驾驶人到案说明。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款，机车负载人员或物品未依规定者，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常常看到赛车落物件，若查到应依照道交条例来开罚，罚金依照车种无同有分别。若物件落落去了后，驾驶无马上发现地数交通事故，除了违反道交条例，驾驶也负刑事甲民事责任。如果看得到车号是谁掉落，他可能就是过失伤害。然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是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就是你的身体的受伤跟车子的毁损都可以。若物件载运的时阵爱固定好，过去也捌发生车漏油或者是在液体漏出来，互人刹车的事故。驾驶除了违反道交条例甲相关责任以外，环保局也照废氢法处分告发。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为着要促进转型正义，文化部打算要甲中正纪念堂转型做民主教育园区，嘛得到行政院的支持。有民间团体强调讲，台湾既然是民主国家，就应该去维权化，无应该继续甲蒋中正的铜像踩伫遐。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伫咧威权统治之下所发生的228事件和43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是台湾社会正沉重的伤痕。为了要促进转型正义，文化部办事伫咧行政院推动转型正义汇报会议当中，报告中正纪念堂转型规划。打算伫未来要转型做民主教育园区，院长杜英泰对这项规划表示支持，嘛毋忘强化人权和法治价值的理念。我们继续推广在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人权教育，譬如说，中正纪念堂可以跟国家人权馆办一些国际人权电影节，把中正纪念堂它整个原来是一个威权崇拜的那个形象，渐渐改成是一个民主人权纪念的一个地方。文化部打算把这个民主教育园区用来做历史记忆保存和民主教育推广。不过有民间团体表示，中正纪念堂的性质和其他不义位置无同，是用来纪念独裁者的场所。民团呼吁政府，台湾既然是民主国家，就无应该继续把蒋中正的铜像踩伫遐。但是你上重要是迄身体的处理啊，你迄身继续存在，迄就是对咱台湾民主上大的保障啊。一年有这么100万的观光客来，你是要甲世界观光客传达什么款的咱的民主价值？文化部表示，相关的规划打算上近7月底进行，经过建议的收集和讨论修正了后，会各向行政院报告。第期的规划会办理教育推广活动，深化社会大众对历史的了解，扩大社会沟通。后续嘛会做中长期的规划。原来针对蒋中正铜像的问题，文化部长表示，无论要赶走，还是要继续留咧，到今也无结论。不过未来无排除各种可能。记者卢昌珠、郑春友台北报道。我来看台中最近有厝主当咧拆厝整地，
不过，却发现讲，那像是古迹的建筑物。文史团体讲，这可能是日本时代不时台中市的建筑物。台中市府讲，已经有请这个厝主，这厝暂时卖拆，稍来会启动文化资产调查的程序。圆形的厝顶，外口阁有佛教标示，这栋看起来亲像寺庙的建筑，最近伫台中市中区成功路的一处巷仔被发现，嘛引起居民的讨论。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说他拆的里面是这个。他就是把里面的赃物跟那一棵大树做清除，才发现后面有这一栋的建筑物。里长表示，这个所在原本是废弃的铁皮厝，长久以来就是真垃圾的所在。市府发函要求所有权人来拆除整理。18号动工了后，21号就通报出现疑似古迹的建物。市府嘛，伫22号进行现勘，而文史团体推测，应该是兴建伫1920到1930年间，护国山台中市的建筑体。觉得说，其实，在台中这样子，过去战前日本时代的这个日本寺庙相关的建筑物，尤其像这样子的结构，其实相对是比较稀少的。文献公伊是1903，如果是台中市伊是公1903嘛，显然，即摆看到的迄个铁啊，毋是迄个时阵的啊。文史团体表示，这栋建筑应该是日治时期用来奉安或者是拿骨之用，建建当地宗教以及家仔的发展所。不过，文资审议委员态度是相对较保留。而台中市文资处表示，已经启动相关的文资保护程序。必须要提送我们的审议委员会来做审议。那如果说它有符合相关文资法相关的古迹指定的基准或者历史建筑登录的基准，那才会去把它指定或登录为文化资产。台中市文资处表示，已经要求施工单位来暂缓拆除，而且甲所有权人来进行讨论，而且启动文资调查研究程序。而若是有必要，嘛依照文资法启动暂停古迹的程序，时效是6个月到1年，来确定建物是毋是文资的成分。公视新闻台中报道。伫高雄苓雅有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有人伫咧遐咧开餐厅，向检举。警方一个查落了后，才知影讲，这栋大楼的地下室是防空避难空间。这款地下室极计时间会当停车，袂使有其他用途。因若市府是讲，这餐厅的业者以违法营业，会要求因限期改善，若无上当会罚30万。一群人伫路里 QQ 互相抢来抢去，就算警察到场也是唔愿煞。苓雅区这间餐酒馆对今年1月开始，小煞有民众报案讲，3更半暝酒馆人去食酒，冤家相拍，妨害安宁。警方通报局处进行联合稽查，想要到一查煞意外发现，这间餐酒馆有营业登记，但是地点是大楼的1楼。不过规间店其实是开伫有做册列管的地下防空避难所内底。违规营业的状况，所以讲，阮就甲这个状况汇报给公务局。而且伫2月份到6月份的时阵，陆续嘛拢有做临检的动作，同步嘛拢甲公务局汇报。放满10月，还是讲互用来做餐厅使用安尼？你敢知影讲爱甲相反应？不知道，可能是政府单位，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因为我觉得做来营业使用的话，好像有点太夸张了。若是拄着避难所防违规使用，到底爱甲倒一个单位反映呢？防空避难所的注册管理是警政署，不过若是有违规营业的状况，只有据市府公务局有裁罚权。目前高雄拢总有7359个避难所，公务局表示，这几年毋捌接到类似甲避难所违规营业的案件，因过拢是防乌白囤物件。目前这间餐酒馆已经停业，已经向经贸局办理停业，但4月警察局查获经营酒吧，本局在6月函请进驻使用人在10日内限期改善。那该场所在6月17号办理歇业。那民众如果发现防空避难室有违规使用的话，那可以通报1999。照规定，只要是6楼以上的公寓大楼，就算无大指示牌，地下室嘛拢是防空避难所。警方强调，避难所是提供大众紧急状况使用，除了停车场，毋若袂当做其他利用，也袂当限制干那住户会当进入避难，因为这拢是违法的。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郭永昌报道。继续咱来看，屏东东港的东龙宫有5个国宝级的木匠，因伫9年前用矽土器来打造一只王船。不过因为东龙宫无够宽，无法度互民众来遮看这只王船。今嘛因配合展览，甲这只船刷去王船文化馆头一届来开放参观，要互民众来认捌赢王船这个传统的信仰。
爱亚社伴着鼓声，桥班的人员手揢着零件塞船，一步一卡印，重现东港迎风祭典特有陆上行舟的闹热。因护送的这只船，就是东港东龙宫精心打造、上顶温府千岁神威的典装王船。日记透早对东龙宫一路杀到王船文化馆做头摆的展出，因为机会难得，吸引不少民众翕相录影。这只船的特色嘛是由阮东龙宫王船做的5个国宝级的师傅，这是无简单，大家拢70外啦。哦，这要搁以后要搁做一只王船哦，是足困难的啊。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放伫王船文化馆，会当来一直传承的，来宣传讲咱东港迎王王船的祭典的文化。这只典装王船是使用檜木器做的，长度超过6公尺。当初是由5位国宝级的木匠师，开8个月时间，伫2016年完成。这9年来一直拢放伫东龙宫保存。为着让新的王船文化馆更较有看头，庙方决定把船刷出来，提供民众参观，让大家更加了解东港迎王的特色。第一次看到这种王船，然后要有7个角头，再扛轿有7顶这样子，完全没看过啊！我觉得能做出来那种东西，还蛮厉害的。看到以前的这种王船，它每一个做出来，其实都很新鲜呐，然后也都不一样这样子。除了王船，文化馆内底嘛有新的特点通看，7种无同款的色水，代表迎王的7个桥班，每一个桥班拢有家己的发展甲故事。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要让王船文化馆的内容愈来愈丰富。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是真注重囡仔母语的传承，因每一年拢会举办台语的活动。学校顶一日举办台语拍通关的游戏，有新将、大鼓、台语册店，也阁有囡仔搬歌戏，现场是闹热滚滚。大家好，我是八十几年级的陈丽雅，今仔日来帮我庆祝，从小同齐来去宜兰佚佗。全台湾年纪上细歌戏团出来表演啊！伫台顶表演的是妈祖婆、千里甲、顺风耳的故事，一寡囡仔师奶的台语声非常古锥，互台下的大人看了笑嗨嗨。然后手震动，嘿，对，就是安尼。囡仔爱起来新将架势10招师傅伫咧边仔哪教哪学，这是学校特别邀请宜兰8栋历史的东卫庙人员来教。庙方是真阿萨利，几组的新将大鼓拢搬来现场，互小朋友体验。互咱知影讲，小朋友因知影讲，咱这在地文化，伊到底是安怎来的，安怎来这个活动，然后安怎来咧跳这个脚步，这是咱的重点。这是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所举办的台语活动。校长讲，宜兰本身就是一个真有文化底蕴的所在，加上宜兰真侪大家庭，真侪囡仔拢是阿公阿嬷做伙带大汉的。因办这个活动已经是第10档啊。宜兰县大部分拢是属于3代同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因的生活款是同款的。所以咱希望讲，因转去他甲因阿公阿嬷通个讲会出话。感觉台语吼是咱宜兰吼上介重要的这个文化啦。我感觉咱宜兰国小吼办这个台语这个活动吼，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啦。现场嘛有举办台语市啊，互小朋友体验过关活动，邀请在地册店来做推广，鼓励父母加入台语家庭，互台语伫宜兰代代传落去。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宜兰报道。即马便利商店的服务是愈来愈多元，嘛开始有提供借册，也阁有行册服务。台南市为着要互偏乡的民众会当较利便的，因伫咧咸水、甲零件等等的所在，引进超商领册服务。只要上网去警册、去超商，就会当借册甲行册。民众要介绍搁减要领册，暂时伫图书馆，则是西港的便利超商，为了方便偏乡地区的读者，暂时西港咸水量价、安定等地区为图书馆拢引入超商出册服务。民众只要事先上网警册，完成借册程序，去指定要伫叨一间超商领册，就会使照时间去领。
破完了后，卖使直接放入超商门口的行测箱，图书馆的馆员会定期回收，每摆上济5本。我住的地方其实离图书馆，就不管是附近的图书馆，还是再远一点的图书馆，至少都是要10分钟。可是超商的话，就是我走路就可以到超商。图书馆都有上下班的限制嘛，啊，你也是讲外口的超商24点钟就无这个限制，啊来会当遐吼，就是向少儿册啊来行册，啊所以还有这个服务。西港图书馆讲，近来平均整理超过20箱册，显示民众借册意愿确实有提悬。根据统计，目前全台南市馆藏台语文的册，拢总有2542本，今年到单已经借出242本，比去年成长24%。官方指出，近年来配合国家语言政策的推动，社区对台语文本的接受度愈来愈高。图书馆除了设台语专区，也定期办相关活动，做足侪和甲台语相关的活动，譬如讲台语讲故事，阮有45区的图书馆，阮今年会选10区，会去办100场的台语的讲故事，上有开一个培训班，有密集5天的时间，你会当上这个班了后，会当去考证照。图书馆指出，透过超商24点钟的特色，通解决传统图书馆开放时间的限制，嘛，互阅读更较无束缚。这项超商提车服务是免费的，因讲未来若运作顺利，会搁评估拓展到更加侪偏乡的行政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那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